新闻头期先来看到准总统赖清德后礼拜一5月20日特别宣誓就职啦。美国总统拜登呢，将特别助理兼国家经济会议的主任迪斯，和前总统小布希任内的副国务卿阿米塔吉，也有 AIT 的现任主席罗森伯格等等，拢会来参加。这座代表团除了要向赖清德表达恭喜以外，嘛要强调美国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约束。 未来新政府会持续投入更多的资源，坚定打击诈骗，强化社会安全，以维护社会治安。伫民进党中常会强调打击诈骗，将是未来施政的重点。赖清德5日控就职总统倒算计时，美国嘛公布总统拜登指派的访问团名单。 团长是拜登前特别助理兼国家经济会议的主任迪斯，还佫包括共和党籍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以及 AIT 前主席布瑞泽、现任主席罗森伯格甲处长孙晓雅，向赖清德传达恭贺以外，嘛展现美国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承诺。我们这个民主的相关的进程也受到各国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很欢迎所有的外宾访团都来参加。学者分析，这届美国跨党代表团规格甲以往同款，亲像2016年蔡总统第一任期就职的时阵，是由前贸易代表柯克带团访台；2008年马前总统的第一任期，是由前白宫幕僚长卡德带军；2000年的时阵，担任总统第一任期，团长是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罗拉泰森。访团的这个成员来看，我觉得规格是跟过去是相当的，是持平的哈。他的政策立场非常的清晰，那也非常的鲜明，也是注重是持续性。美方特别提起派遣由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到台湾，符合一中政策，也甲长久以来的做法。北京若做选择用军事施加压力，也是脅迫台湾做回应，安尼就是挑战的行为。李大中指出，这显示美方的立场都是希望维持现状，提醒中国唔通就地发挥。记者综合报道。